来继续来看，台北有一个妈妈伫咧网络顶铺文，讲昨尾仔5点外，伊甲翁婿带小朋友到内湖的公园佚佗，想袂到有一个生分的男子突然间走去哩撸撸铁，伸手要甲伊的囡仔抱走，因赶紧甲囡仔抢转来，双方咧扭勒的时阵，囡仔是惊甲当场骂吼。拄到这种的状况，爸母是真惊讲报警要甲对方告。 穿肤色衫这查甫人要过车路，表情看起来有淡薄紧张。一个穿白衫的小姐对伫后壁，并且用手机想要甲翕落来，因为这查甫人伫公园想要偷抱伊的囡仔。 男子当时来到公园，就直直朝他们一家人靠近，没想到男子到了溜滑梯这边，还直接爬了上去，直接伸手想要把小朋友抱走。因为我们是吓到，所以我们先把小孩抱走之后，我们就下溜滑梯，然后他还是就是跟在我们旁边，先出声制止他，就是叫他不要再靠近。可是他就是一直跟着他们。社区公园发生这款代志，附近的家长嘛会烦恼。代志发生伫台北市内湖区。 昨下晡5点外，姓柯查甫人向厝流量挖金，佮伸手，敢若是要偷抱这个囡仔。囡仔老母用这个厨房车架挡，这个查甫人一个失控，上风煞起骹动手。囡仔老爸赶去阻挡，想袂到煞伤到这个囡仔，这个查甫人赶紧走。 这个囡仔倒边头壳遐整一类，看起来真无辜，和这个做老爸老母的看到真唔甘，加在无啥要紧。他主要是一开始想要主动靠近小朋友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要干嘛，骚扰他，还是要路人，就很可怕。还是他要做伤害，就是其他伤害行为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为什么靠近他抱他。 警方后来伫附近找到这个查甫人，并且将伊带转去做笔录。是讲拄了这款代志，这个做老母的暗时困袂落眠，决定要告这个姓柯的查甫人强制甲伤害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